一條啦，以下那項在香港與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擴散資金籌集條例及金融制裁有關嘅主要法例：一、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二、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三、貨幣兌換商條例；四、聯合國制裁條例。咁呢個錯嘅咧就係第三條啦，貨幣兌換商條例啦。咁可以睇翻指引1.14嗰度嘅第二條，金錢服務經營者嘅篩查數據庫應包含下列那項：一、恐怖分子名單；二、制裁名單；三、關長不時告知金錢服務經營者嘅名單；四、警務處公布嘅通緝人士名單。咁呢個錯嘅咧就係第四條啦，因為通緝人士咧佢未必係因為犯咗呢個打擊洗錢條例而俾人哋通緝嘅。跟住第三條，根據打擊洗錢條例附表1第1部第1條界定洗錢一詞嘅涵義，下列那項有關洗錢屬正確？咁我全部都啱啦，1、2、3、4都啱啦。嗱，第一條，洗錢咧可分為3個常見階段，呢啲階段咧包括存放、分層交易同埋整合。二、作出假使在香港發生，即屬犯香港法律所定可公訴罪行嘅作為而獲取嘅收益嘅任何財產，看似並非該等收益。三、全部或部分代表該等收益嘅任何財產，看似不如此代表該等收益。四、直接或間接代表該等收益嘅任何財產，看似不如此代表該等收益。咁就全部都啱嘅。第四條，根據打擊洗錢條例附表1第1部第1條界定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一詞嘅涵義，以下那項有關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屬正確？一、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需要財政支援來達到目的；二、佢哋往往需要隱藏或掩飾佢哋與資金來源嘅聯繫，因此恐怖分子集團同樣必須尋找清洗資金嘅途徑，不論有關嘅途徑是否合法啦，以便在不被當局發現嘅情況下使用資金。三、至於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相互之間嘅交易。四、懷有將該財產嘅全部或部分用作出一項或多於一項恐怖主義行為嘅意圖。呢度咧錯咧就第三條啦，至於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相互之間嘅交易啦。咁呢度都有寫啦，1.12度，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需要財政支援來達到目的，佢哋往往需要隱藏或掩飾佢哋嘅資金來源嘅聯繫，因此恐怖分子集團同樣必須尋找清洗金嘅用嘅途徑，不論有關嘅資金啦來源是否合法，以便在不被當局發現嘅情況下使用資金。所以咧，佢唔理嗰啲資金來源係咪合法都好啦，總之佢唔好俾人哋發現到啦，而有清洗到佢哋嘅資金就得噶啦。咁所以佢唔一定咧淨係同恐怖分子或者恐怖組織互相之間嘅交易咯，佢唔會淨係做呢樣，唔會淨係同佢哋做交易咯。第五條，以下那項為財務情報特別組織嘅職責：一、制定國際洗錢標準；二、定期評核各成員地區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是否符合國際標準；三、推廣有關政策監管同埋作業措施；四、封鎖違規嘅國家。咁就錯咧，就第四個啦，封鎖違規嘅國家啦，因為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嘅職責咧係制定標準啦，同埋評核嘅國際政策組織啦，佢係冇權咧去封鎖任何一個主權嘅國家嘅，所以咧就第四個呢個係錯咯。第六條，持牌人有責任向關長據報停業，以下哪項屬正確？一、在停業前1個月，藉書面向關長據報該意向及停業日期；二、在自停業日期起計嘅7日內，將該牌照交回關長；三、須以表格7據報該意向及停業日期；四、關長在收到牌照後，須在合理切實範圍內盡快在登記冊中剷除有關詳情。咁呢度咧錯嘅就第一條，在停業日期前1個月，藉書面向關長據報意向及停業日期。咁點解佢錯呢？因為咧係喺呢個條例第5部第2分部第41條都有寫到咧，喺 A 嗰度，在停業日期前，藉書面向關長據報該意向及停業日期。咁佢冇寫到咧係幾時停業之前幾時要同關長講嘅，淨係寫住停業前啫。所以佢呢個寫住停業前1個月咧就唔啱啦。咁跟住其他嗰啲都要留意下啦。停業喺7日內，即係停咗業嗰一日嘅之後7日內，要將個牌交翻俾關長嘅。跟住咧，咁仲要填表格7啦，書面據報翻嗰個停業日期同埋個意向啦，係嘛？就係呢幾個。第7條，持牌人可向關長提出申請，要將其所持牌續期，以下哪項屬正確？一、在牌照期滿前45日或之前提出；二、在將牌照續期前，關長如認為適合，可修改或免除任何先前對有關持牌人施加嘅牌照條件，亦可對該持牌人施加新嘅條件。
三、關長如決定不將牌照續期，須藉書面通知將該決定告知有關持牌人。四、持牌人須以書面方式向關長提出。呢度全部都啱嘅，咁可以睇翻條例第5部第2分部第31條啦，同埋牌照指引嗰個牌照續期嗰邊都有講到噶啦。第8條，關長斷定某人是否適當人選時，會考慮以下那些事宜：一、該人是否曾面對任何刑事或紀錄程序；二、該人是否屬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三、如該人屬法庭，該法團是否在清盤當中；四、該人是否不遵從關長在牌照上施加嘅任何條件。咁呢個都係4項全部都啱啦。佢哋睇翻有關適當人選準則嘅指引嘅。跟住第9條，以下哪項為加入經營處所嘅正確描述？一、在新增處所後嘅1個月內向關長據報；二、在新增所申請批核嘅1個星期內向關長申報開業，否則不可在該處所營業金錢服務。三、須在該指明嘅處所嘅一處顯眼位置展示該牌照嘅正本。四、須以書面方式向關長據報啦。咁錯嘅就係第2個啦，在新增後所批嘅1個星期向關長開業，如果唔係就唔可以。因為呢一段咧就關長咧係冇講過咧係幾時要開嘅。咁當你申請咗加入新嘅處所咧，關長咧係即係已經出咗嗰份批准嘅通知書咧，咁就已經生效咗噶啦。就佢係唔會話規定你批咗你之後1個星期就要開業咁樣就唔會咯。佢總之你批咗俾你第2日開咁就得噶啦。總之你當時嗰個鋪頭有嗰張牌喺度就 OK 噶啦。咁其他都係啦，你搞掂晒所有嘢之後，1個月內就要同翻海關關長嗰度據報啦。跟住同埋個牌照一定要記得係一個顯眼地方，仲要出示正本啦。係啦。第10條，下列哪項情況下關長可撤銷或暫時吊銷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一、持牌人只維持本地管理處而沒有特定處所；二、就該持牌而言，在獲批給牌照後，該名持牌人個人及任何合夥人、任何董事及任何最終擁有人，不再屬經營金錢服務與經營金錢服務有聯繫嘅適當人選。三、持牌人持有牌照而未能符合發牌嘅目的，即提供金錢服務。四、持牌人未能維持本地儲存帳目及記錄地點，或本地儲存帳目及記錄地點未能符合本牌照指引所在嘅規定。咁個錯咧就第1條啦。持牌人只維持本地管理處而沒有特定處所。咁喺喺牌照指引嘅4.7嗰度啦，都有寫到噶啦。如果申請人唔會喺特定處所經營金錢服務，則必須在香港維持實體辦事地點，即本地管理辦事處兼業務或者法團嘅通訊地址。咁即係代表咧，佢係可以允許只係維持一個本地管理辦事處嚟到處理行政啊，或者啲合規嘅工作啊，而唔需要咧好似我哋酒店咁樣啦，必須要一個要面對公眾啊，要買賣外幣嘅特定處所咁樣，即係鋪頭啊，即係特定嘅鋪頭。所以淨係維持呢個管理辦事處而冇鋪位咧，係完全合法嘅經營模式咯。關長咧都唔會因為咁樣咧撤銷你個牌嘅。跟住其他嗰3個咧，就都可以睇翻呢個牌照指引，撤銷及暫時吊銷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呢幾個，仲有幾個嘅，係咯，可以自己睇翻。第11，如客戶記錄包括文件以下哪項備存記錄方符合打擊洗錢條例嘅要求及規定？一、備存該文件嘅正本；二、就是有關交易完成嘅日期起計嘅至少5年期間內備存，不論有關嘅業務關係是否在該段期間內終止亦然。三、備存微縮影片或電腦數據庫，備存該文件嘅副本。四、文件嘅正本，或將該文件嘅副本備存於夾啊或者大鎖嘅櫃子裏。咁呢度錯嘅咧就打第4條啦，就咁樣擺喺個櫃咧係唔得嘅，一定咧嗰啲文件一定要擺翻入個電腦嗰度嘅。跟住咧同埋都要記住啦，所有文件記錄咧一定要保存至少5年。第12條，如持牌人藉中介人執行盡職審查嘅措施啦，以下哪項屬正確啦？一、中介人可應其要求沒有延誤地提供該中介人在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時取得文件副本或取得嘅數據或資料嘅記錄。二、中介人須藉書面同意擔任該機構或該人士嘅中介人啦。三、中介人必須儲存記錄至少3年。四、中介人必須設立系統備存記錄嘅。咁就錯嘅咧就第3條啦，儲存最少3年。咁就算中介人都好，呢啲文件如果係由中介人保存啦，
金錢服務經營者需要向中介人取得承諾啦，喺金錢服務經營者與該客戶嘅關係持續期間咧，以及由有關業務關係終止嘅日期起計至少5年啊，即係中介人都要保存呢啲資料咧，至少5年先得咯。5年咧係錯嘅，所以因為其他都有講到啦，中介人要同意該機構或者該人士嘅中介人啦，仲有其他嘅，咁可以睇翻指引4.11嗰度，4.11嗰度。跟住第13條，何時須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一，在該客戶建立業務關係之前；二，執行電傳轉賬涉及相等於12萬或以上嘅款額啦；三，當該機構或該人士懷疑過往為識別客戶嘅身份或核實客戶嘅身份而取得嘅資料是否真實或充分時；四，執行非電傳轉賬嘅非經常交易總值涉及相等於8000蚊以上嘅款額啦。咁有錯嘅咧就第4條啦，因為佢係呢個非電傳轉賬即係現金交易啦，咁佢係執8000蚊，因為非電傳轉賬咧12萬咧先需要做呢個盡職審查嘅。跟住第14條，下列哪項法團嘅實益擁有人定義為正確？一，直接或間接地擁有或控制該法團已發行股本嘅25% 以上；二，董事會指定嘅董事作實益擁有人；三，行使對該法團嘅管理最終嘅控制權；四，直接或間接地有權行使在該法團大會上嘅股票權嘅25% 以上。咁有錯嘅咧就第2條啦，因為佢話由董事會指定嘅董事作實益擁有人，因為實益擁有人咧係指嗰間公司嘅大股東啊，或者咧係幕後嘅掌控者啊，邊個擁有超過25% 股份，或者邊個有25% 以上嘅投票權啦。咁呢啲公司嘅申報文件咧，同埋股東名冊上面一查咧，就知道呢一間公司係邊一個係最終擁有人噶啦。其實所以係絕對冇可能可以由董事會指定一個董事話佢係實益擁有人，咁樣係唔得咯。同埋呢一個行為咧係非常嚴重嘅洗錢風險行為嚟嘅，所以第2條呢條就唔啱咯。冇可能話求其董事會決定俾個董事做實益擁有人咁樣就得咯，係唔可以噶。跟住同埋要留意啦，呢個25% 以上呢個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已發本嘅25% 以上，直接或間接地有權行使投票權嘅25% 以上。咁呢個25% 係點樣都要記住嘅，可以睇翻指引4.4.5。第15條，如某人看似是代表客戶行事，金錢服務經營者須參考下列所提供嘅文件、數據或資料，以識別和核實客戶嘅身份。一、政府機構；二、關長或任何其他有關主管當局；三、任何獨立機構嘅資料；四、在香港以外執行與關長或任何其他有關主管當局職能相類似嘅職能嘅主管當局。咁呢度錯咧就任何獨立機構嘅資料啦，即係唔可以話求其一間獨立機構咧，而又冇政府認可嘅機構咧，就可以相信佢嘅資料咯。一定要跟翻呢個4.5.2嗰幾個嗱，一、政府機構；二、關長或任何有關主管當局；三、在香港以外地方執行與關長或其他有關主管當局職能相類似嘅職能嘅主管當局；四、關長認可嘅其他可靠及獨立來源啊。所以三呢個就唔啱咯，因為佢係冇得到關長認可嘅其他可靠同埋獨立來源，一定要由關長認可嘅資料咧，先至可以做呢一個文件咯。第16條，下列哪項有關定期申報表嘅描述屬正確？一、持牌人必須在每季開始後嘅2個星期內向關長遞交定期申報表。二、如未能按時遞交申報表，將會導致其牌照被吊銷或撤銷。三、定期申報表必須以關長指明嘅格式及方式遞交。四、如持牌人在季度內沒有經營金錢服務季度報表可以豁免遞交。咁錯嘅咧就係4啦。你就算冇經營金錢服務都要照樣交個申報表噶，唔可以唔交咯。跟住你可以睇翻牌照指引11.2啦，持牌人須向關長遞交什麼申報表？除關長透過通知書另外指定外，持牌人必須在每季開始後嘅2個星期內啦，向關長提交定期申報表啦。定期申報表必須以關長指明嘅格式同埋方式遞交嘅。如果未能按時咧去遞交定期申報表咧，就有機會被吊銷或者撤銷個牌嘅。第17條，如客戶屬下列類型嘅客戶，金錢服務經營者可以採取以簡化客戶盡職審查，查核該客戶嘅實益擁有人嘅身份。一、政府或香港嘅其他公共機構；二、在任何證券市場上面嘅法團；三、
再對等司法管轄區成立或設立為法團。四、駐當地嘅大使館嘅人員，咁就錯咧就第四條啦，駐當地嘅大使館嘅人員啦，因為咧大使館嘅人員咧係等於政治人物噶啦，所以政治人物咧係要做更嚴格嘅盡職審查咯，而唔可以做呢個簡化盡職審查咯。咁喺呢個615章條例嗰度咧，附表2第2部第1分部第4條都有寫到噶啦。符合以下嘅機構啦，再對等司法管轄區或成立為法團或設立啦，而經人嘅業務與金融機構相類似啦，設有措施以確保嗰啲規定啦，你哋都可以睇翻嘅。見到咧，全部咧都係機構嚟嘅，即係人物咧，譬如呢啲咁嘅，譬如有一個係咩，譬如話係政府人員，咁其實佢都已經係屬於呢個要做翻佢呢個盡職審查，因為佢已經屬於政治人物噶啦。咁如果其他咧見到全部都係寫住機構類型嘅答案咧，咁就啱嘅。嗱，法團啊呢啲都屬於機構咯。咁下面呢個寫住人員咧，咁佢係人，咁啊代表佢係政治人物噶啦。第18條，關長考慮是否批給牌照過程中，在斷定申請人或持牌人是否適當人選時，會顧及下列哪項事宜：一、該人所具備嘅技能啦、知識啦、經驗啦及專業意識啦，是否足以有效及虔誠地執行業務嘅職能啦？二、該人在財政方面是否穩健啦，以足以確保該人具備充分財政資源而其運作嘅性質及規模，以及該人嘅財政狀況或償付能力不會損害客戶及公眾人士嘅權益。三、該人是否未能確立符合相關法例或監管規定嘅組織架構及人事安排。四、該人是否具備真正意向並已準備就緒經營呢個申請牌照時而以嘅業務咯。呢度全部都啱嘅，可以睇翻有關適當人選嘅補充指引第69條，以下哪項有關持牌人嘅責任屬正確？咁啊錯咧就第1條啦，領有牌照喺牌照指明嘅處所經營金錢服務嘅持牌人，須在該指明嘅處所嘅一處顯眼地方展示該牌照嘅正本或副本。咁記住啦，係嗰個牌照一定要擺喺一個顯眼嘅地方，同埋一定要正本嘅，副本係絕對唔得噶。咁其他嗰啲係咯，按時要遞交定期申報表啦，跟住一定要提交報告啊，即係有可疑報告時一定要提交啦，跟住同埋一定要維持本地儲存賬目同埋記錄嘅地點嘅。咁可以睇翻牌照指引嗰度嘅牌照持牌人嘅責任。20條，下列哪項文件可以作為識別客戶身份嘅可靠及獨立來源？咁呢度錯嘅咧就第4條啦，國際牌照國際駕駛執照係錯啦，喺呢個指引附6A 是第3個下面我都有寫噶啦。國際駕駛許可證及執照不能用於此目的嘅，即係車牌國際車牌係唔可以當呢一個可靠及獨立來源嘅，即係嗰個身份證啊，唔可以當佢係旅遊證件啊。咁其他嗰啲可以睇翻呢度啦。有一條，以下哪項為合適作職員培訓嘅材料？咁呢個4個都啱嘅。係咯，你哋考呢啲咁嘅職員嘅時候咧，睇清楚個題目先咯。咁呢啲係材料啦。咁如果佢係問你有咩方法培訓職員咧，咁你再仔細啲睇嗰幾個答案啱唔啱咯。咁可以睇翻培訓職員。第22條，就識別可疑交易嘅內部報告，以下哪項屬正確嘅描述啦？咁錯咧就第4條啦。如果金錢服務經營者懷疑客戶涉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時候咧，應向聯合財富情報組報告之後先可以進行交易咧，呢個係錯嘅。因為我哋接觸到呢個可疑交易報告嘅時候咧，咁你要盡快咁樣首先用呢個 SAFE 方法啦，跟住咧就要同翻洗錢報告主任嗰邊講啦，跟住洗錢報告主任咧就盡快咁樣要同翻聯合財富情報組嗰度報告啦。咁佢呢個同咗聯合財富情報組報告之後先叫交易咧，咁樣咧就勁拖時間啦。即係你咁樣咧，個客咧都知道你係做緊乜嘢啦。咁樣咧就我哋咧仲會觸犯到呢個通風報信嗰個危險性嘅。所以咧，當你接觸到一啲懷疑佢係有一個有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嗰陣時咧，就照樣啦，不動聲色啦，咁樣去仲幫佢去對數啊出數，總之係按翻平時咁樣完成交易都 OK 噶啦。但係咧，我哋咧就要盡快咁樣同翻洗錢報告嗰度講啦，主任嗰度講啦，跟住洗錢報告主任又要盡快咁樣同翻聯合財富情報組嗰度報告翻，咁樣就已經全部我哋就已經 OK 噶，做齊晒所有嘢噶啦。因為咧，我哋咧只可以咧有呢個懷疑嘅責任啦，但係咧我哋係冇呢個執法嘅權力噶，所以其他嘢咧都係要
交俾其他譬如警察啊。第23條，下列哪項屬金錢服務經營者違反發牌規定嘅條件？咁錯嘅咧就第4條啦，沒有獨立嘅合規主任及洗錢報告主任。咁佢呢個係沒有獨立，寫住沒有獨立。咁其實咧合規主任同埋洗錢報告主任咧係可以同一個人去做嘅。咁視乎翻嗰個金錢服務經營者嘅規模而定啦，就唔一定要兩個職位要兩個人去做嘅，唔一定係可以同一個人去做咯。咁其他嗰啲未能指定期間內維持持續培訓課程啦，冇按時遞交季度交易報告啦，同埋冇遞交呢個業務計劃啊、打擊洗錢政策啊，都係有機會違反嗰個規定嘅。咁可以睇翻呢個項目嗰度。咁第44條，當金錢服務經營者知悉某客戶或其客戶嘅實益擁有人係4、5字人物嗰陣時啦，應該執行下列以下措施。錯嘅就第1條，立即拒絕交易向聯合財富情報組報告，呢個係唔啱嘅，因為海關絕對係唔會俾你立即拒絕交易。咁你就可以跟翻呢度寫住啦。你首先咧就要當遇到政治人物嗰陣時啦，咁你就要做呢個更嚴格嘅盡職審查措施啦。首先咧就要得到高級管理層嘅批准啦，跟住採取合理措施，確立該客戶或者該實益擁有人嘅財富來源啦，同埋資金來源啦。跟住咧就對呢個業務關係執行更嚴格嘅持續監察就得噶啦。因為你雖然佢係政治人物啫，但唔代表佢係有觸犯到嗰啲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噶嘛。咁你第二嗰句向聯合財富情報組報告咧，咁你要複核內部披露及例外情況報告，並根據一切知識嘅資料再決定需唔需要同聯合財富情報組嗰度報告嘅啫。咁可以睇翻呢兩段啦。下列哪項有關風險為本嘅方法屬正確？咁錯嘅咧就係第2啦。採用風險為本嘅方法係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意指預期司法管轄區主管當局及金錢服務經營者要識別評估和了解本身面對嘅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繼而採取與有關風險相稱嘅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措施，其以避免或者移除風險。咁呢度咧錯嘅咧就係最後嗰幾個字啊，其以避免或移除啊風險啊呢幾個字。因為風險為本嘅方法咧係有效咁打擊洗錢啦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關鍵嘅。錯誤風險為本嘅方法咧係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意指司法管轄區啦、主管當局同埋金錢服務經營者要識別啦、評估啦同埋了解啦本身面對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啦，繼而採取與有關風險相稱嘅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以有效管理和減低風險啊。所以咧佢呢度咧寫住避免同埋移除風險咧係錯嘅，真正咧係要有效咁管理同埋減低風險咯。同埋風險為本嘅方法咧係俾金錢服務經營者能夠更有效咁分配資源啦，並採取與風險性質及水平相稱嘅預防措施，務以最有效嘅方法着力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工作咯。咁嚟記住咧，風險為本咧呢啲咁嘅字眼啦，呢啲識別啊、評估啊、了解啊，同埋有效管理啊、減低風險啊、有效咁樣分配資源啊、水平相稱啊，同埋有效啊呢啲字眼咧都要記實佢咯。即係總之係呢啲避免啊、風險啊咁決絕嘅字眼咧，通常都係唔啱噶啦。咁同埋係咯，其他嗰啲你可以睇翻第26題，金錢服務經營者進行機構層面嘅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嘅時候，下列屬哪項潛在較高嘅風險嘅客戶風險因素？咁錯嘅就第3題啦，在香港與對等司法管轄區授權向公眾發售嘅集體投資計劃咧，因為呢一個集體投資計劃咧係屬於較低風險嘅因素嚟嘅，因為呢一個集體香港或對等司法管轄區授權向公眾發售嘅集體投資計劃咧，其實係例如我哋平時交嘅強積金啊等等咧，就係屬於呢個集體投資計劃，所以咧佢係屬於較低嘅風險因素咯。咁可以睇翻指引 4.9.5 嗰度。27題，金錢服務經營者進行機構層面嘅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評估嘅時候，下列屬潛在較低嘅風險嘅客戶風險因素。咁就有呢幾樣啦。在證券市場上市並需遵守披露嘅法團，喺香港或對等司法管轄區授權向公眾發售嘅集體投資計劃啦，啱啱講咗啦，即係好似強積金嗰啲就係集體投資計劃。在香港或對等司法管轄區嘅政府機構啦，或者公共機構啦。4、打擊洗錢條例所界定嘅金融機構或者其他在對等司法管轄區成立設立為法團嘅金融機構並須遵守符合特別組織所定標準嘅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並就此接受監督嘅。咁可以睇翻指引 4.8.7 嗰度。第28條，下列哪項就知識與懷疑嘅描述屬正確？
呢度全部都啱啦。一啦，懷疑一旦確立，即使金錢服務經營者咧冇進行交易，亦冇交易透過金錢服務經營者進行，都可以提交呢個可疑報告嘅。即係總之你懷疑佢咧，就算你未進行交易咧，你都可以交呢個可疑交易報告咯。跟住二，懷疑咧係較為主觀嘅，即係佢呢個係屬於係主觀，即係屬於個人感覺咯，即係未必有一個實際嘅證據嘅。三啦，懷疑係個人啦，係咯，缺乏確實嘅證據啦，去證明佢對知識或者懷疑嘅人而言啦，佢係冇需要知道呢個涉及洗錢嘅相關犯罪活動嘅性質或者資金本身係咪確實喺犯罪而嚟嘅。經最初識辨有關懷疑之後咧，必須喺切實可行嘅範圍內盡快提交可疑報告，咁就 OK 噶啦。總之你係有懷疑嘅情況就同翻佢嚟講就 OK 啦。呢個指可以睇翻指引4.2至7.6呢一度嘅。跟住第29條，下列哪項有關金錢服務經營者高級管理層嘅監督屬正確？咁錯咧就第一條啦，委任一名合規主任作為報告可疑交易嘅中央聯絡點係錯啦，因為你報告一個可疑交易嘅中央聯絡點咧係要由洗錢報告主任去做嘅，唔係合規主任去做嘅。咁可以睇翻指引3.6至到3.8。第30條，金錢服務經營者喺設計交易監測系統同埋程序時，應顧及下列哪項交易可能嘅特徵：一、付款收款嘅地點啦；二、該客戶嘅正常活動或營業額；交易嘅對口單位啦；四、交易性質及類別。呢個點都要記住佢噶啦。可以睇翻指引5.7嗰度。第31條，金錢服務經營者設立及維持適當嘅系統及程序，以監測交易。監測系統及程序嘅設計、自動化程度及精密程度，應適當地因應下列因素開發。咁錯咧就第二條啦，客戶對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認知，因為咧呢一個係金錢服務經營者自己嘅法定責任嚟嘅，即係海關規定啦，維持適當嘅交易監測系統咧係持牌自己公司嘅責任，嗰個系統精唔精密啦，都係取決於你自己做有幾大啦，產品有幾複雜啦，而跟嗰個客人佢識唔識法律咧係冇關係啊，即係佢係唔需要識噶，係你反而係你要知道呢個法定嘅責任咯。個客識唔識咧係唔關事嘅，完全。咁可以睇翻指引5.4嗰度，亦為避免與任何嫌疑恐怖分子及可能被指認嘅各方建立業務關係或進行交易，金錢服務經營者實施有效嘅篩查機制，下列哪方式屬正確？咁錯咧就第四條啦。如果你係識辨出有吻合嘅名稱或者姓名或者名稱啦，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該拒絕交易啦。咁之前都講咗啦，海關係唔俾你咁樣拒絕交易法啦。首先咁你就嗱呢度都有寫6.18嗰度，如果你係篩查出有可能吻合嘅姓名啊，金錢服務經營者咧就應該要執行更嚴格嘅查核啦，以斷定咧嗰個吻合嘅姓名究竟係咪真係吻合啦？如果係懷疑佢係咩打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啊、擴散資金籌集嘅違規嘅情況，就要同翻財富情報組嗰度報告，咁樣就 OK 噶啦，同埋記錄在案啦。咁可以睇翻指引6.16至6.18。33條，匯款機構需確保相等於8000蚊以下嗰時要收咩資料啦？咁呢度都寫咗噶啦。嗱，匯款人嘅姓名、匯款人嘅戶口啦，即係賬號啦，匯款人賬號。收款人姓名、收款人賬號，咁呢個錯嘅咧就匯款人地址啦，係唔需要地址嘅，係需要匯款人、收款人個名啦，匯款人、收款人嘅戶口就 OK 噶啦。跟住到34條，就備存關於盡職審查及交易嘅記錄，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該要備存下列嘅記錄，咁樣全部都啱嘅。係一啦，任何已分析嘅結果啦，咁客戶嘅開戶表格同埋風險評估表格啦。三，喺盡職審查或持續監測程序期間得到嘅其他文件啦。四，在識別及核實任何身份時取得嘅正本或者副本啦，你都要將佢記錄啦。咁呢度就係睇翻指引8.3。第35條，匯款機構涉及8000蚊以上嘅匯款交易嘅時候，就應該要咩資料咧？係啦，一就要呢啲資料啦，8000蚊以上就要呢啲資料啦。